种习惯是还是
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这是咱要奉咱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开始今日礼拜，咱用诗歌来学乐咱的主，什么会使我心清？
较无看见阮的需要。你看人的内心，毋是看人的外表。总是阮无够遐，我们搁亲来敬慕你，来接近你，来亲近你，甲你的心，三角的主啊帮助阮，帮助阮活出你的话语，帮助阮会当真正来以后主你的名来理人，主啊，一生中最大的事是要希望你。你心中最大的事，希望你。你心中最大的事，希望你。我们的礼物里。你心
头我，你已经感谢我、捌我，我坐落去，我爬起来，你拢知。你对人生知我念头，我行路，我倒入人生，你拢上细知。我一切所行的，你也深知。这时，咱请大家让这拍开圣诗第344首，请起立，咱来吟传诗。
这代志。我若会晓讲人的言语，甚至天使的语言。我若有发达上帝信息的文字，我若有教野的信心，通移山倒海。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，也是献身躯互过烧。忍耐是宽容，有忍耐就会嫉妒，为做见效的代志，为拜神去，为爱不离，忍耐会包容一切。对一切无能，这声存在，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是暂时。咱所捌的有限，如果这个完全的接落来。我做囡仔时讲话亲像囡仔，但我已经成了。咱现在亲像照片在看有无明。我现在只有在一部分。这声，存在，以上，咱这时要请林牧师来带咱全体兄弟，咱到前来唱诗歌。会众是教会上大的示范，即是咧邀请在座兄弟姊妹，咱做伙用祈祷的心来同做吟诗。主啊，我到你面前。主啊，我到你面前。咱用祈祷恳求的心，伫主的面前，引出咱对主恳求奉献的心。一切
红顶世界啊！我的世界，这是我的，你我真的会是什么？我只为你而活。主啊，一切献上我的纪念，愿我一生往你原来，成为你的喜悦。是，咱兄弟大家做要来重新上题的话，咱拍开圣经马可福音第14章第30到第9节。第3节，耶稣伫7年开做西门的厝坐坐的时，有妇人人来，带着饭来啉茶，一贵气，真的哪搭香油，哭破落盘，请伫耶稣头壳。第7节，有几若人受气，三甲讲。安尼耗费即个香油有啥物路用？第5节，因为即个香油会卖一牛仔300外个，来互送向人，就毋愿意。第6节，若是耶稣讲，出于你请事交来你所行的来款待我的是好事。第7节。因为常常有送向人甲恁伫地，爱好款待恁，不管是拢会，若是我无常常甲恁伫地。第8节，即个妇人人是尽伊所会来做，伊大声将油抹我的身躯，来伫山埋葬。第9节。我是该甲恁讲，看见的，无论啥物所在通福音，也要讲起即个妇人人所行，来纪念伊以上。咱用辅导圣经来对咱的信用做杯。我是小杯，我也杯，操着一杯主带，我心要受引导，小杯都心量，咱主一对信心打开，对在这路马里亚自己，一分丢掉都离开手，电视乐信来到我的路。给他一对象有多啊，求你拿这里专业的手别保育，也对他带来的情况我让他知道，我是信心，我是信心，从头到尾先后相同，最下面有这个话，因为王娘，阿妹，感谢，大家。咱要请林牧师来讲道，今讲道题目是敬耶稣的心。愿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虽然伫即个疫情非常互咱真
紧张、烦恼、忧愁的这个期间，咱游玩，咱的心游玩天真，伫上帝面前来寻求伊的灵。就亲像咱头拄所念的这首诗歌，甲咱讲，主啊，我来到伫你的面前，献上我的今仔日，也献上我的身躯、我的百体、我的心思意念，由你来更新我、一起我。透过吟诗，会当互咱的生命会当得到宁静，像被洗涤一样。然后诗歌甲咱讲，主啊，我甲你同顶是你的，现今所爱毋是我的爱，是你甲我同爱。我就称为咱诚做耶稣的门徒，耶稣的学生了后，咱的爱都有是为着咱家己的爱，咱是为主来爱，咱同心同意的。亲爱的主，我感谢你，你救赎的恩典伫阮的中间，互阮会当无论伫环境怎样，伫风景、伫平静，伫山谷、伫高山，伫欢喜、伫悲伤，伫顺境、伫逆境，伫欢笑、伫目屎中间，阮拢会当将家己交托伫你的面前，恳求你个一摆。诚做阮生命掌管的主宰，互阮毋若想，毋若讲，毋若明白你，阮可会当对心底深深来疼你，阮可会当晓慕，因为是主你先大心疼阮，所以阮才有安尼疼，会当来疼别人，会当来疼迄对症的，会当来疼迄无可爱，主恳求你将疼耶稣的心。搁一摆享受伫阮泸州教会正听伫姊妹心上，因为听耶稣，我会当听教会，会当听社会、听国家、听阮的乡土、听阮的对象。主，我感谢你。现在我来到伫你的面前，恳求你添丁阮的心、阮的灵，来领受你真理的话语。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咱听耶稣吗？我们爱耶稣，咱就来咧讲，听主，听主。总是其实透过即个疫情，咱常常就爱戴上口罩吼，就爱有迄个嘴压，咱常常爱有真侪的思虑、防备，伫咱的行大行为，伫咱的生活中间，总是等到安尼，咱会当搁一摆。等来到伫咱的内心，来问家己真侪问题，包括咱甲主人的关系，咱甲即个环境的关系，搁较重要，咱甲神的关系。所以咱问咱家己，咱有听耶稣？诚做一个基督徒了后，基督徒就是跟对耶稣的门徒，跟对耶稣的学生。诚做一个基督徒，其实伊无中意的状态。咱的脚无办法，脚踏相助。圣经上帝话讲，我们不能侍奉马门，又侍奉神。咱的确要选择一项，不是听主，就是听世界。所以这句话，这段话甲咱讲，咱每一天不是搁较听上帝，就是对神拉来拉去的。不是越爱神，就是越来越冷淡。这两项要注意一下。所以咱为什么需要上帝的话语来培养咱，来优起咱，就是要互咱保持咱的内心、咱的灵性、咱的生命，是一直向着听主的道路，伫遐伫咧迈进。咱个问一下，我们真的爱耶稣？特别伫后礼拜，咱开始要进入耶稣受难的这期4月5号，就是章丘期节，然后开始就是耶稣受难。迄个礼拜中间，咱咧守受难周，到伫4月12号，耶稣过活。所以这段时间，咱看到伫这个受难周的这个过程中间，咱更较是会当来问咱家己，咱有听耶稣？耶稣行伫世界道路，咱有甲伊同行，做伙行。就亲像顶礼拜圣歌队所吟圣诗88首，当主受难的时阵，你有伫遐？主受难时有伫遐？伫
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，马可福音14章第39到第9节，这段经文详细嘛出现伫马太福音26章第60到13节，以及约翰福音12章第1节到第8节，总是有淡薄无相共款。伫约翰福音12章有提到。今仔日咱所读到这段经文，这个妇人人敲破烟药房来摒伫耶稣身头壳顶的这个马大桥，有这个妇人人，到底是什么人？伫约翰福音12章有提起，这个妇人人的名叫做玛利亚。讲到这个玛利亚，伊摕一支会过去真的马大桥油抹耶稣的骹，然后用伊的头毛拭耶稣的骹。所以，伫今仔日经文无记载。我耶稣的骹用头毛拭伊的骹，今仔日马可福音的经文是讲摒伫耶稣的骹，所以伊约翰福音咱看到这个妇人人极致的爱，我用手抹呀，用油用伊的手抹耶稣的骹，然后用伊的头毛拭耶稣的骹。咱知影骹是上大神的所在，总是伊用伊的手去抹耶稣的骹。佮用伊上尊贵的头毛去拭耶稣的骹，这是非常的一个对比。伊做了后，做这个真水的事了后，经文记载耶稣学了伊讲，伊所做的是一项真水的事。我来想看嘛，伫咱的生活中，咱所认为一件好的事，一件水的事是什么？咱每一个人对好事、对水的事，而且标准拢无同。刚才有人感觉讲，伊的生活真平顺，有好的学历，真够趁钱，刚才用环境真好，生活安尼有才调，生活真富裕，开好的车。感觉生活无啥物艰难，感觉有人感觉这个是一件真好的事，伊生活安尼真舒适。总是有人嘛感觉讲，一个真够疼人的人，会晓分享的人，会晓去关心人的人，会晓体贴人的人，会晓善解人意的，这个是一个真好的事。总是咱对今仔日看的经文。伫在场的人伊嘛讲，这油会当去卖300元，会当去卖钱，然后去经济善良人，这是好事啊！可是耶稣讲，伊啥事要表达这个妇人人的所做，伊所做伫我的心中是一件好事。所以咱看到基督徒的性命皆同款，圣经的性命皆同款，甲世间人的标准无同款。伫哥林多后书第4章18节讲。咱毋是看伫所谓看见，咱是看伫所谓看见，因为所谓看见是暂时，所谓看见才是永远永恒。所以，伫圣经咱看到基督徒一个真无共款的信仰观，一个价值观，咱毋是看伫迄目睭所的看，咱是看伫所谓看。伫这段圣经文指出，我们不要被眼前的利益所圣经嘛讲，世间拢会消失，花草拢会消失，总是独独上帝的话永远存在。上帝的话，刚才咱看，毋是用目睭咧看，咱是用心伫咧领受的。当咱领受上帝的话，咱就是咧领受上帝的应允，咱就是咧领受上帝的。所以咱哩人讲，咱想要留神互咱的后代。如果有一天上帝要将咱的生命来处理，咱嘛伫咱的期间，咱要知影咱的生命的期间有偌济，咱一定要做好这样的拍算。咱想要留神要互咱的家庭是谁？而且咱看到宣教师而且一生为主奉献这样的人。因毋是留这的财产，毋是留所看会到，做这的财力、金钱，互咱台湾人，因反正所留的是基督的钱，互咱所会当感受，诚侪路就教会，
咱每一个人一份子。咱知路就教会是马街朴素、马街牧师伊所设立的初期，咱排得上名的教会，这是互咱特别感觉真荣光、真公平，因为咱是马街朴素亲自用脚行踏来到咱泸州这个所在，亲自来设立咱泸州教会这个所在。所以，真做泸州教会一份子，咱应该感觉到咱是真公平、真公平。所以，咱看到马街朴素伊奉献的脚迹，对于一个外国人讲，人生地不熟，特别突破这个语言、文化、生活的方式，对于一个是富有当时比较起来，较富有文明的一个国家，来到是当时咱真较落伍、较无文明，还未开发，还未一个国家的情景，伊愿意来到咱这个所在。所以，但是咱看到伊的也是无私的，伊无为家己。刚才伊伫伊的国家会当有真好的发展，伊当趁真侪钱，总是无私，然后伊无爱，这个疼是真大。如果无有基督的疼伫的心中，一个人无法度做到无私跟无爱。只有圣神会当拍开这个疼的所人束缚，互一个人会当真自由去疼真无共款。所以咱泸州教会因有马街朴素这个脚迹，刚才咱无亲眼看，这是咱的心内会当来领受、感受，我们可以追忆，我们可以观看，咱更较会当来学习、来滚。伫启示录14章13节安尼讲，人随往线因的条环来安息，总是因所做工来对伊。这是马街朴素，咱的创设者，亲咱看到，随往伫100几年前，伊已经按照伫主的怀抱。这是到当为什么伫台湾宣告历史，特别讲起伊的名，伫南部或者的马街朴素真多，伫中部或者有南台的医生、南台的医生，为什么这些人拢是过去已经做苦的人，到当咱对伊的纪念伊，就亲像咱的这个福音人，因为伊所做为着福音的跑走，伊所做为着听主耶稣，所以人为上帝所做的工，并未因为死亡来消失，这是咱的确会当来清晰。所以，当咱认真温存做主的工的时阵，咱唔能失去，因为咱所做的工，只会因为我们的消失而消失。其实咱马可福音所讲，咱做来读，普天的无论什么所在，也要讲起这个为人所行来记念伊。当然，这个为人伊做了什么，互耶稣来称赞伊。因为咱哩讲，当耶稣伫伯大尼开歌西门的厝时阵咧坐倒，然后有一个妇人带一个药房，内面堆着过去这个人的行为，妇人伊将这个药房来敲破，真珍贵的药房甲伊讲破，然后将内面的油哪大条油来摒伫耶稣的头壳顶。根据学者的估计，这个哪大条油的价值大概是当时一个人伊1年的收入，所以咱知伊是真宝贵、真珍贵。总是当这个妇人有这个举动、这个行为的时阵，在场的人有啥物反应？因为讲有几人受气，所以当妇人伊将这个油摒伫耶稣头壳顶的时阵，在场的人伫马太福音是讲学生耶稣的学生，所以这个在场的人因的反应是受气，伊感觉这个妇人的动作、这个举动真破坏，是浪费的。然后，经文佫讲因真愚顽，这内心的愚顽。所以，你今咱看到人甲耶稣的价值观有真无共款。经文第40到第50讲，有几个人受气，3节讲，
你破坏这个香油有什么路用？因为这个香油会回得300个来个数量，总是第60耶稣讲，出在伊运写书调人伊所行来款待我是好事。在场的人认为是浪费、破坏、无价值的事、真意愿的事，总是耶稣却认为有灵人的所做是好事。因为咱注意经文第60讲，耶稣讲，这个有灵人伊的所行来款待我，好是好事。款待就是被款待。所以咱看到耶稣伊的心内感受，伊认为感受到这个有灵人。要好款待伊，咱知影来做人客，去主人家做客。咱感受到主人拢用真热情，用上好来款待，我们会觉得备受尊荣。所以，遮反倒这个有灵人真极端，人甲耶稣感受非常的无共。耶稣为什么认为这个有灵人伊的所做是好事？第80节，耶稣讲，咱做伙看。这个有灵人是尽伊所为的来做，伊大心将油化我的身躯来明白来做。原来这段意思是记住耶稣受难进前。对犹太人来讲，礼拜宗进前上要紧的一项事，就是要用这个膏、香膏、淡心来抹去死人的身躯。所以这个举动，这个有灵人抹油的举动，深深表示出这个有灵人伊知影耶稣的需要，因为知影无偌久耶稣伊就要受罚受刑，伊就要埋葬，所以大心用这个真珍贵的油膏来破除这个耶稣的身躯，来表达出伊疼耶稣。所以，遮有3点咱看出。这个有灵人，伊对主毫无保留，一种完全的奉献。一个人要做到完全是无简单，要完全的奉献，完全的听。咱人会为家己来考虑。所以咱看这个有灵人，伊用上珍贵而且咱的油全部甲伊卡破，然后抹耶稣的头顶，然后伊体贴耶稣，伊知影耶稣的事。伊来表示伊明白耶稣的心，而且透过这个有灵人听耶稣的行为，咱会当来看咱的服侍。咱要真正知影一个人甲一个团体、一个团体的需要，其实非常的无简单。如果没有同理心，咱无办法去知影别人的需要，别人的听会听伫咱的心中。有一句话咧讲，什么叫做怜悯心？有时讲，咱在懂意人的是爱国领地的人的心，什么叫做 compassion？ 什么叫做怜悯？怜悯是讲啊，我感觉心感觉伊足可怜，我在想，我会当知影安怎帮助，总是无任何行为行动，敢若想，敢若用嘴讲，什么叫做怜悯？过去我就是嘛伫咧读册，有一个印度教授，伊解说这个怜悯，互我感觉真感动。伊讲，这个怜悯就是别人的痛会痛在你的身上，会触痛不仅触动，还会触痛你的心。伊的疼，你嘛感受你的疼。比如别人失去亲人，你就会疼，你知影伊会疼到你。别人受伤，你若捌肉体受伤过，你嘛毋知别人的疼是会偌疼。脚手术，身躯手术，还是偌疼。偌侪的药退了，还是偌疼。我记得我生囡仔，我是用剖腹产，剖腹了麻醉退了是很痛的，总是护士无偌久伊就来讲，马上下床走路，就惊我是偌疼。家己搁塞迄个吊电梯，一步一步，所以我会当感受到剖腹产的有灵人还是偌疼。自然产的妈妈，伊咧自然产的过程，伊嘛真疼。
所以有听过人，你才知影迄是问题。所以有时咱咧服侍是因家己咱所认为的需要，别人的需要，家己认为别人的需要来服侍。总是搁较关键的一个服侍，就是咱知影真正知影别人的需要，咱用共款同理迄种的听来服侍咱的教会，服侍咱的兄弟姊妹。所以咱看到这位妇人人，伊所做到的，伊受到耶稣的称赞，因为伊提起来，伊知影伊明白主的心，所以伊是做伫关键的时刻。有时咱的服侍是照咱的职分，照咱受安排来服侍，总是有时一种的服侍是做伫关键。伫迄种真危急、真正需要你的时阵。我记起过去的报道教会咧部分时阵，有一届的礼拜发生一项代志，迄真正是牧师上艰苦。伫现场突然间伫礼拜，牧师咧讲道中间，突然有一个姊妹伊昏倒，突然间有啊，伊圣歌队的座位中间，我伫安尼时阵要知影走，哇！感谢主的时阵。有真侪兄弟姊妹，也有遮医生，知影有遮个医疗、遮个救护的地线，马上做处理，然后当回场的礼拜真顺序来继续进行。有真侪兄弟姊妹，伫咧关键的时刻，伊知影要安来处理。兄弟姊妹，有时咱有危机的意识，有时咱的服侍是爱做伫即个关键的时刻。检查有时讲，有时你担任即种的职分的服侍。总是因为你知影要安怎处理，关键的事发生的时阵，你知影关键的时阵，你要怎样站出来做关键的事情。透过今仔日经文，咱看到这个妇人人用珍贵的那个油膏我伫主的身上，甲在场的人认为讲，这个油会当摕去卖啊，卖了会当来经济送养人啊。这两种到底拢真好，拢是听的行为，总是有啥物无共的。咱来看，第一项，格外主是为了主的欢喜来做，为了主的喜悦而做。第二，这个经济送养人的观点，是因为为了工作的需要来做，这两项真无共。所以，如果咱两项会当来结合做伙。因为听主的缘故，我愿意伫我这份服侍的工作，甲咱这场的工作的需要顶面，用听主的心来做，安尼就安那，该结合做。咱的教会有逐样的事工、圣工甲事奉，咱必须爱着做伫主的心上，这种的心思眼光来做。那安尼，伫主来看，拢是一件好的事，拢是一件水的事。如果咱爱耶稣，就是在教会的事工看到自己的责任。每一个人拢会当做事工，特别有一项事，祈祷、代祷就是上大的一个事奉。所以检查伫咱在座真侪遮的年长兄弟姊妹。其实你是教会真重要的调整，背后你每一天，其实是咱每一个人，你若会使，特别伫教会的祈祷会，如果你无方便行伫教会，袂要紧，咱会当伫厝里诚做一个守望者。所以祈祷就是咱上大一个事奉，爱耶稣就是在教会事工看到自己的责任。所以透过今仔日经文有三个真重要的信仰态度。第一，咱用听耶稣、体贴耶稣的心来服务人、服侍人、服侍圣人。第二，咱设立咱的求生的次数。圣经讲，咱做伙读，爱在心求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，结果就安那，就加人力要算互你。这是咧讲。咱活动在心求上帝国甲上帝的义，咱所需要一切，上帝自然会加添伫咱的心中。咱若互主居，我们若让上帝居首位，上帝伊就供应咱
第三，咱用心抓抓机会，将上好的献上互主。要奉献互主，要服侍主，咱必须爱抓抓机会。有人讲啊，等我安那，等我退休了后再来做服侍。等我囡仔大汉了后，等我囡仔考试了后，等我囡仔安那了后，日子一天一天过，一礼拜一礼拜，一个月一个月，一年一年过。要在你源头你看，已经3年5年过去啊，你拢一直来服侍圣工，服侍上帝。所以咱要服侍上帝，咱要抓住这个机会。咱看到这个妇人人，伊实在是把握机会。把握迄个耶稣在现场的时阵，伊搁甲耶稣面对面，已经甲迄个上好的起来献互耶稣。格雷莎修女讲过一句话讲：爱就是给出自己所爱的，所看为珍贵。比比讲，有一个传教，有一个寡妇，一个寡妇，一个妇人人，一个寡妇，伊有3个后生，然后。伊将伊的大囝奉献互主，成做宣教师，到底非洲的所在，总是无拍算，这个大囝煞互非洲人来甲伊抬死，是早期，伊阁有杀人这种行为，所以这个大囝伊就丧失性命，殉道，然后。伊就跪伫上帝面前，甲上帝感谢我，感谢主，我的囝绝对为着你来牺牲。这项事是有价值，总是无拍算。伊的第2个囝、第3个囝也陆续奉献做宣教师，拢到伫非洲的所在，伫遐传教。这2个囝也拢互非洲人来甲伊杀死。第3囝拢无，然后就有一个朋友甲伊讲，当你3个囡仔拢奉献互上帝，当因若拢为主来过生，你今日后悔吗？你会后悔吗？我怕想这个寡妇伊回答讲，我真后悔，我没有第4个儿子来奉献给主。伊讲一句话。咱会当亲亲，咱诚做爸母的人当亲亲，感受着，伊无后悔。我想生命失去，就无搁回头；囡仔若失去，也无搁再有啊。这是一个真艰难、痛痛的时刻。总是咱看到这个妇人人，这个寡妇的信心，伊无怨恨上帝，伊反正讲，我很后悔。我没有第4个儿子来奉献。咱来想，咱来经历，你的生命中间，什么是你的哪达优点？就是你所看作珍贵，你所看作珍贵的，刚才是你的时间、你的金钱、你的才调、你的思想、你的个性，你的哪达优点？时间开伫什么所在，咱的心就迄个所在。所以我们要把心放对地方，把爱给予需要。咱若将咱的心给对焦对了，我们所摆放的就会正确。伫马太福音第6章21节讲，咱做伙看：你的财宝在家，你的心也在家。咱的财宝伫倒位，咱的心就伫倒位。圣经讲，咱来接触咱的财宝伫倒位，是天顶。伫第2章，虫会甲伊咬，会朽坏。总是只有将咱的财宝来累积天顶的，伫永恒的所在，伫上帝家是上安全的，拢袂安那，拢袂被破坏。马丁路德伊捌讲过一句话，伊讲：我的手里曾经有过许多的东西，但是都失去了。不过我放在神手里的，仍然是被我得着，并且加倍的给我。今仔日咱讲愿意，
完全奉献给主。咱这位读这段话，来，我有的和没有的都要献上给主。神要我们的全部，不是只要好的那部分，连我缺少的那块，神全部要。那你经文，经4页这段极致的描述，什么叫做完全奉献给主？那卖时光咱本，咱一点不。咱看那个头2个前版的广父，要给那个在圣殿头2个铜板，伊向两个收钱的那个，那个经文咱讲，无比伊个较有的，所以咱有的，甲咱无的，拢爱献给上帝。这个时阵要邀请咱，这段在时间，这时我要邀请咱，将咱的祈祷献给上帝。更较亲，对咱的心底，就亲像咱头拄所念的一首歌，主啊，我到你面前。刚才咱这时阵所会当献给上帝，就是咱内心的疼、爱或痛都好。咱为着这个疫情，咱咧面对这个新型冠状肺炎的疫情，咱其实都应该知影。上帝是掌管每一项事的，这个疫情嘛，只有上帝知影这项事的结果。这个时阵我要邀请咱其实咱献上真侪个上帝。咱其实这段时间嘛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咱将咱的祈祷当作香，这个香，香的字来请到的上帝面前。那这个时间，刚才咱所会当献。是咱的祈祷，咱对心底、心思意念内面，咱来为着这个受苦的弟兄妹、受苦的这个国家来祈祷，特别嘛为着咱自己祈祷。伫这个过程的中间，有悲痛、有死亡、有分离，嘛有恐惧，嘛有焦虑，嘛有焦虑，嘛有烦恼，咱做这个咱。无所在的通缩、通透，就亲像喙压，刚才甲咱按的。咱的心内刚才有一个隔离，咱像这个喙压，互咱甲人有一个距离。咱的内心嘛有一个喙压，是甲上帝隔离。伫这时阵，咱透过祈祷，咱拍破这，咱将咱对这个疫情的关怀，咱献做咱的祈祷，咱来向上帝恳求。咱祈祷都知影，咱需要上帝怜悯甲稳定。上帝用这个疫情教导咱人类，教导教会，教导基督徒，人是有限。就算咱人类、咱教会全体的力量集合起来，总是如果上帝无要开路，咱嘛无路通行。人的聪明智慧嘛无办法来封闭这病毒这一切。所以咱这个时阵来挖靠上帝，咱所有当做就是祈祷，咱来关心咱的生命需要调整的所在，咱调整的方向，咱若为着疫情，咱为着咱家己，伫咱的生命内面上珍贵是甚物？咱提出来献给咱的上帝，咱同心开嘴来为着这两项事祈祷。第一，为着疫情。第二，为了咱家己生命中间，你所看最宝贵的是甚物？咱来向主恳求祈祷，将咱的软弱放伫主的面前，咱同心开出来。主啊，我们上帝的面前欢迎你，我们将这个疫情咱要放伫上帝的面前，为主万在你是大富裕你是怜悯人的主，万在你也是够怜悯，万人就会当时的主越过的。这个受苦的国家，这个受苦的地势，主因在的所在，因无所在通你，只有咱这一摆我等于主的面前，你的时告给你，恳求你来到的中间来帮助我，帮助国家，帮助我领流来听我的，主我的人是有限，我需要上帝的恩典，主我的感谢你，为什么都去放手经历一切，愿主的。主爱的上帝，咱感谢你。主，当我踮伫你温暖
你会受鼓励的时阵，阮就要你开咱。主恳求你，诚做阮得胜的所在，诚做阮的山寨，诚做阮所倚靠的。阮正堂的姊妹为了这个定情，有声无声的主要你来听。主啊，互受苦的国家、受苦的百姓，主你完全拢知，你完全拢知因的痛苦，包括阮台湾，求上帝你保护阮，为阮指出一条道路。现在这条道路是阮人必须爱回转，到是主你的面前，但敬畏也互我上。恳求你帮助阮来眺望真理，将真理的光，搁一摆来遍照伫阮台湾，在这个受苦的国家百姓的中间。主，求你诚做阮面对上大的牺牲来帮助阮，以阮人的智慧、聪明，无法度来防备这个治理世者的病毒的侵入。搁较讲究，人嘛无法度来赢过上帝你的智慧。恳求你，互阮有一摆可能靠伫你的面前来寻求你的面，将阮心中所爱，主你伫阮逐人生命中间所下迄种宝贵的物件，阮搁一摆愿意完全来奉献互主，说来诚做教会复兴圣家的荣耀。主，我感谢你。正堂的姊妹祈祷，诚做同方的坐到伫你的面前，求你来接纳。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求你更新，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，愿我的生我的愿望成为你的心愿。大家，名体咱来念回应诗，拍开新圣诗第194首，起立专辑。我
我将咱礼拜天来后面请出现的刚刚这些后代。今仔日咱来读今仔日的经句，今仔的经句记载伫马可福音第14章第9节，咱在去咱读一遍。我实在甲你讲，好义的无论啥物所在传福音，也要讲你这为人所行，来纪念你。马可福音第14章第9节。咱们来欢迎新的朋友甲报告。好，今仔无新的朋友，安尼咱来做咱回顾报告。今仔的报告，我来读一个咱小会工作。小会工作因为肺炎疫情愈来愈严重，为着要彰显礼拜并保守会友健康，4月份主日礼拜甲周间聚会做以下规范甲调整：第一，周间聚会暂停；第二，点地会友到期，主日礼拜宣布改制礼读礼拜。第三，主日礼拜公布网络直播，并鼓励会友伫厝收看直播当心敬拜，请照做平的 QR code， 假使讲老歌咱总会较毋知，咱咧请有晓的人，总会接触者。会使加入教会内的群组，或者是脸书，会使超过台湾基督长老教会、多神教会。第四项，礼拜时间调整，增加防疫组2人，且民政长老协调中心团体服侍。敬拜娱乐时间缩短为6至8分钟。2首诗歌免请人歌，唱歌队献诗暂停，原书献当暂停，改由书会甲招待人员服侍。第5点，有关奉献，伫厝内收看直播公布礼拜的会友，
会使利用手间将光线送到办公室。伫牧师甲干事办公的时间，委托干事帮忙处理，所以咱会知影讲，咱牧师甲咱干事上班的时间，咱唔好记下班的时间啦，以下做一点，先咱讲读经的册本第二季的读本，已经处理交代做，欢迎咱是姊妹会使自由来睇，个人来加每日以制度人修，倒落来有另外四点，咱要请牧师来甲咱做一个补充的说明。感谢大家平安。因疫情的需要，咱有做淡薄的调整咱有设一个罗州教会的公告区因应武汉肺炎，然后加这个兄弟，咱会同步来收看这个直播，有一寡重要消息，拢会伫这个赖群组来公告你即摆若手机你会当等下若袂晓使用的，咱等下礼拜出来当请会来甲你教一下我牧师已经，即摆咱有装一个镜头，即摆其实今日有直播所以你若有手机你甲扫的，即摆同步拢已经开始实施。嘛会甲即个序列放伫，已经有放伫 FB 咱的 FB 的粉丝专业顶面所以讲，咱鼓励对4月开始，咱尽量伫厝看礼拜。你若我袂晓用，你会当来教会。当时阮会甲人所控制伫差不多30-40人左右，因为服侍人爱来教会，牧师、书评、书会等等。为了咱的服侍表就是书献，书献会当免来，或是招待爱来，招待爱来，惊迄讲有新的人地水这拢经省略因空爱来，阁有即个防疫，咱有增加一个防疫2个人有额温阁混这酒精这是有关防疫的即个措施当然，咱无来教会期间，咱嘛当准备防疫，你会当先甲你的防疫袋先摕倒去准备，还是摕一寡有味的防疫袋你的防疫落去。就间的是要来进前，打电话来教会，确定牧师也是干事伫教会时，就摕来教会。主日开始是即个受难周，4月5号开始，所以咱嘛伫即个受难的开始来减少愈行娱乐，即摆嘛拢嘛无说，即摆政府嘛叫咱拢乖乖待在家里所以讲，咱若无必要的活动尽量减少最后现金临时记得日常来甲做3000分第4点，即个受难日就是4月10号，咱中会咱西区啦，咱总算讲西区的礼拜，三公教会来进行，请大家莫去三公教会，只有牧师甲侍奉的人会去若惊。咱若伫下骹有填写要伫厝来收圣餐，以及伫厝内收看直播的，请你一定爱加入教会的即个公告，因为迄个时阵差不多伫8点开始礼拜，咱到7点40会甲即个序列，就是即个要咱连接来放伫赖群组的顶面，上线嘛会放伫FB 粉丝专业顶面，所以恁两种一定爱加入一种，你才有法度伫厝内收看。无你就是爱加牧师的赖，或者顺便去传落去，共款的意思所以即个受难日的礼拜，迄当日7点40左右，你才有法度知影讲要安怎连上网来看即个直播。
所以这条天地，这是针对有天地的。你若要来教会看，嘛是会使，你只要你有报名，你有填写电，你有报名，你就会来教会，还是你选择入厝。记得这个4月5号的时，咱会去领，去三公教会领这个圣餐包，领着的时，嘛会来群主来公告你来教会体，安尼知影意思有关受难日这个礼拜咱爱注意。搁话这4月12号，咱游园嘛是用一大的方式来礼拜，请咱唔免一定来教会咱4月12日的圣餐，咱嘛是暂停，所以咱伫厝内收看直播，咱做伙敬拜上帝信的奖学金下面有大专组林之问、陈怡璇、夏比信，高中组有林佳英、洪世杰，国中组温世新，国小组温代全、李奇恩、许义展等等遮的4月12号唱名，总是咱会请教育组校长来私底下看是摕互什么人，还是摕互家长咱就无。唔免伫这个讲台来即个来颁发啦，咱就取消即个天数。好，安尼以上咱期间咱拢暂停家庭礼拜，加即个探访减少咱接触。咱若来教会礼拜嘛，咱算距离要还可以啦，咱甲边仔人甲伊请安啦，好用咱的关爱的眼神给他看一下把上帝祝福大家。感谢詹牧师对咱的补充，请大家对咱大家一定要会记。大家，咱来回面期，请拍开信息第395首，咱认字纸，咱要请林牧师来为咱祝祷。
我